大家好，我係 Molly，記得幫我 subscribe、like 同 share，多謝你。歡迎返嚟我哋我和好運綁定了嘅下集。上一集我哋幫自己部人生電腦做咗個大掃除，用三維一體淨化法清走咗啲負能量。打咗好個底之後，我哋就要學一個更加主動、更加有趣嘅招數，等啲好運唔止流入嚟，仲可以主動吸引過嚟。就係祝福他人嘅魔法，冇錯，你冇聽錯。等好運嘅秘訣竟然係同其他人有關，我哋即刻聽落去。首先，快速咁重溫翻上一集嘅重點先。好運嘅基礎在於一個乾淨正向嘅內在環境。我哋透過整理環境、言語嘅口頭禪、思維呢三位一體嘅方法，將自己從負能量模式轉換去好運接收模式。咁今集我哋就要學下點樣啟動呢個接收模式啦，並且將佢調到最強嘅信號。書入面提到，想讓運勢上升，其中一個秘訣就係要念誦肯定語句。但除咗為自己打氣，有一個簡單但力量好強大嘅習慣，就係喺心入邊默默咁為他人送上祝福。作者建議我哋喺日常生活中，例如搭車見到路人啦，同事做完個 presentation， 甚至見到一個你唔係好中意嘅人嘅時候，試係喺心入面默默咁講一句，願一切美好都能像雪崩般湧向這個人。哇！像雪崩般湧向，呢個畫面係咪好震撼、好豐盛？但問題嚟啦，等等先，點解我對人好、祝福人，最後會變成自己好運？個邏輯喺邊度？如果我祝福咗個發咗達嘅朋友，咁佢咪更加發達？咁關我咩事啫？我又冇多咗嚿錢。呢個問題問得非常好，關鍵在於我哋嘅潛意識係唔識得分你同我㗎。我哋嘅潛意識就好似一個好單純、好直接嘅小朋友。當你持續不斷咁發出願美好事物像雪崩般湧向這個人嘅念頭時，你潛意識接收到嘅核心信息係乜嘢？係雪崩般美好、豐盛、湧向呢幾個充滿力量嘅畫面同感覺。潛意識睇唔到前面個賓語，佢只係牢牢咁記住咗雪崩般美好呢個主題。佢嘅任務就係將你經常諗住感受到嘅狀態吸引到你嘅現實生活當中。所以當你真心為其他人祈福，其實你等於不斷咁同自己個潛意識講緊，請讓雪崩般的美好成為我生活嘅主旋律。換句話講，即係就等於話，請讓我幸福啦。呢個就係你吸出去什麼就會吸引什麼，並進而獲得什麼呢個底層邏輯。你發出咗豐盛嘅頻率，宇宙就會回報翻你豐盛嘅體驗。聽落係咪有啲抽象？我哋舉幾個例子。情景一，見到 Instagram 有個舊同學成日去旅行，食好嘢，好似好風光，你個心忍唔住都有少少咁好嘅感覺。呢個時候，與其讓嫉妒心嚟消耗自己，不如啟動呢個祝福模式。心入邊對住張相講，正喎，願一切美好繼續好似雪崩般湧向你。咁樣做，首先即時切斷咗自己嘅負面情緒，其次你會將個焦點由我冇轉咗去美好存在本身。咁你吸引美好嘅能力就會更加強啦。情景二，有個同事同你爭緊一個 project，或者佢嘅表現特別受上司嘅賞識，你可以心入邊同佢講，願你工作順利，發揮所長。呢個祝福會軟化你內心入邊嘅競爭同埋對抗感，令你處於一個更加平靜、更加有空間嘅狀態，反而會更加容易諗到雙贏嘅方法，或者發現自己獨特嘅價值。情景三，呢個係對於屋企人或者你親密嘅伴侶嘅，呢個就最有效啦。當你覺得屋企人好囉嗦，或者伴侶唔理解你嘅時候，試下喺嬲嬲地嘅同時加多一個祝福嘅念頭，願你內心平安喜樂。好多時，當你個心念一轉，你嘅態度同語氣就會不自覺柔和咗，對方嘅反應都會跟住改變，成個氣場能量就即刻唔同晒。大家可以試下今日之內揀一個你第一時間就會諗起嘅人，
無論你係中意定唔中意嘅，喺心入面默默咁同佢講一次祝福語，感受一下，講完之後自己個心情有冇一啲微妙嘅變化？歡迎你喺下邊留言話俾我知你嘅體驗。咁我哋將上下呢兩集嘅內容結合呢，就係一個好完整嘅好運養成系統啦。上集係日常保養，三位一體淨化，持續保持嘅空間、言語、思維嘅潔淨，做自己能量場嘅管理員。下集我哋有講到主動去祝福他人，透過向其他人嘅祈福，持續向宇宙發射豐盛美好嘅訂單，等潛意識幫你實現。作者 Masa 嘅成個理念就係將人生變成一場輕鬆愉快、容易模式嘅遊戲。我哋唔需要咬牙切齒咁去奮鬥，反而可以透過呢個內心嘅微調，好似撳個掣咁樣，幫自己轉換到一個更加暢順嘅劇情。記得人生嘅目的唔係苦行，係體驗。當你認定咗自己值得擁有幸福，你嘅生命自然就會充滿奇蹟同埋喜悅。好啦，我用咗呢2集嘅時間，同大家詳細拆解咗《我和好運綁定了》呢本書嘅精華。希望呢套由淨化去到祝福嘅方法，可以幫到大家將自己同好運綁埋一齊啦。如果大家想親身探索更加多書入邊嘅細節，不妨去書局揾呢本書買嚟睇下。如果你中意今次嘅分享，記得俾個 like 同埋 share 俾你中意同需要好運嘅朋友。同埋記得訂閱我個 channel 啊！大家有冇試過類似嘅方法，而真係帶嚟咗改變？或者書入邊邊個概念最有共鳴？一定要喺下邊留言話我知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！你中意呢條片嘅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hare、subscribe。我係 Molly，下條片再見。